深呼吸，不要紧张。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，你需要有一点时间来习惯。闭上眼睛，放轻松，跟着眼前的光，一步一步走到你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小周，人太多了，别乱跑。顾南州，你没事？顾南州，你醒醒！